白说。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你？为什么你还要对我那么好？我根本就不怕我爸，我只怕你不喜欢我，讨厌我。我常常会跟自己说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用心的，会喜欢我的。可是你应该只会觉得我有病吧？但是我真的很想成为你的当下，这样你就不用回想过去，不用痛苦的生活了。不要，就让我抱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哎，等啊，又要拉了。 静静，谢谢你，但是我……别说，我求你不要说。我知道你喜欢峰峰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总是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开心，这骗不了人。但是也请你不要亲口地回绝我，不要那么直接地告诉我，我自己会消化好的。我哭一场，睡一觉，明天才能一如既往地面对你。 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 对不起，今天是我不好，可能是因为最近事情太多，有些烦躁。我发誓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，好吗？上次没看成烟火晚会，31号会在新城区再办一次。 到时候我们放下所有的烦恼，一起去看。31号，跨年那天。对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再办一次。看来连老天爷都想让我们一起去看，好吗？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决定在了来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再见了，我那青涩懵懂的初恋。 不对，是单恋。
我到家了。喂？什么？我女朋友喝醉了？我女朋友在我边上呢。啊？思而为处日，当非贝母时。当时父母念，今日而应之。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爸爸，我已经准备就绪，明天一定要惊人惊人再惊人。你也一定要记住，明天妻子联欢的时候只能赢不能输。放心好了，明天我也一定会惊人惊人再惊人。耶！加油！只是不知道冯峰准备好了没有？他应该也没问题。差点忘了，今天妖女干妈好像来过，不过又匆匆忙忙的走了。依我看，有古怪。他来过，什么时候？就是下午我在闹肚子的时候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打！哎，不打！打！哎呀，不打！哎呀，爸，你就打吧，累不累呀你？你吓死我了！你不睡觉了吗？哎呀，我睡不着。我儿子怎么能连这点魄力跟霸气都没有呢？你，冯峰，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明天的亲子联欢我去不了了。你可以找静静。你开玩笑吧？不是，我是认真的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你，我惹你生气了，还是怎么得罪你了？没有啊，就是明天我要跟黄辉出去。你也知道了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忽略他，都在陪你们，理解一下吧。好，没生气就好。我倒没关系，这是元宵他。哎，真的抱歉，你帮我跟他解释一下吧。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自己解释好了。元宵，喂，妖女，你又有小情绪啦？啊，皇上，请恕妖女的罪。那你说为什么呀？我真的有事儿。哎，你就是吃醋啦。什么呀，小孩子家家乱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妖女，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哎呀，皇上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好好睡觉啊。